像比如这个早间测试时呢，俺们美国人这个这不是考虑测试测试，对世界的是这样的记录给实施，这样你给是我是不是那个给是需要一点的，早间是考虑早就要的是谁多少，这不是哪里，要我两个是不是？早间的本身也是老下下要玩的。要退休那些的，对，老多人说那些，听多不听不，行家在说那些，行家多也好，对，搞啥修正啊？讲究这个东西，灯光那种说那些，搞啥？他也就是没经验些，靠贴下来某个马拉松那些，人家收入了讲不出那些，人家收入了讲不出那，他也就是没经验些。靠贴下来某个嘛了，普通说那十二这些说那些，还是那些，但是三年不测胸，肌肉波讲不有些，鱼有些，这等呢，俺产生的造型的生来的下胸嘛，本来的都是经历在每年造型我这这些，不测胸朝上天，三年胸朝上天，俺那胖子老的走不出路，哎呀我想。咱看到造型的体现下一个站呢，我这个兄弟的车上突出，第一段呢，我们在那个里的车上吃不吃钱呢？吃水嘛，下个定的站呢，那马上站那个单把头去面面一定修人呢，这个不得了这个。现在嘛，先透过那里用过了不大，是这样子，这样子的，那就应该常见的嘞，俺讲究这个东西，干啥的？但是，让人有多少东西是，让人有多少东西，速度顶住说打了些呢，那我里面的让说下呢，我就让人说能的是，我们没的强调的，当然人是这是慢点把也开掉了，慢点都是我们的这里面他们同事的，当然人性错的是，碰到人性错的嘛，都碰不错哪里什么东西，这样呢。他年都碰别人的很多些事，学的灯光问题蛮多的，电子相对，比如说水电的，电子相对老生活到3样的，你到的人就到了起，还是问这个事情，电子相对休息看书。对，